台湾嘅电视频道係全世界密度最高嘅位數，所以台灣嘅電視製作環境，到世界較進步嘅國家當中，算起來係比較艱苦嘅。尤其係到台灣嘅媒體開放之後，用高收視率做節目製作方向，有些的良心嘅媒體人，到大部分嘅頻道中，慢慢的消失睇嚟。今日嘅主角彭啟年，係一個到讓媒上台北嘅電視導演。佢除了係一個老資格嘅電視節目導演之外，佢所做嘅事情，如果做得本台灣嘅電視環境做得強啊，就是啊，最後下一家到底做電視節目嘅目的係乜嘅？歷史影響到嘅現象，回顧台灣客家電視嘅發展歷史，每做都看到一個堅持客家文化記錄嘅媒體嘅良心。今日來看我老朋友彭啟年，佢係我過去19年來哈，從下翕客家紀錄片嘅老朋友。19年來到台灣各地客家莊都做偷嚟啦哈。也去過中國，也去過南洋啊，然一鋪去記錄客家文化。不過當然下來啊，唔是講有機會。回顧佢過去嘅喺乜嘅年齡，佢會做客家文化節目，啊，咁樣特別來看，啊，看佢從細喺乜嘅年齡，會培養到安尼人，然後經過乜嘅事情，啊，會去比如做客家文化嘅事情，我想咁樣係來拜訪老朋友嘅心情，所以我心情係非常歡喜。呢係是我拜訪嘅人物，本身是紀錄影片工作者，看到同行來訪問，唔知佢心情樣扮演。不過對於老前輩嘅成就，因呢度工作人員都理解協調嘅時間，佢實表現到相當嘅尊敬，和虛心學習嘅態度。台灣的 ENG 哈，最早就是扮演人開始。嗰陣時新聞係用嗰種嚟啊，是16翕嚟啊。係用天窗16厘米翕嚟啊。啊，嘟嘟點解時我就看到嚟啦，我就落嚟了行啦。因為台南嘅同學家把一面當法，啊，佢馬上就頭先叫搞媒啊。嗰陣時生理長會做的，一張嘅平均哈，做10張以上。啊，一張嗰陣時係8000 Q， 你可能也只有你翕唔到8000 Q。熱心、沒有心嘅彭啟年，到你採訪嘅過程中，一切向我老家同事講，喊起來接受訪問。不過，韓國認識人員製作當代日流節目嘅一位導演，睇佢冇想到。我有買人搶同事上鏡頭，安尼說，包尾所有做得上床相牽嘅人都出同嚟，回到呢度前面，原來推自己按到啥，都係強人上床嚟。不過可惜嘅係，我最想訪問嘅彭啟年夫人和聲人最美冇出現。我們有一次在他住的地方，那個見了面，就在隨便聊了。我說公司的這個長遠的計劃有沒有？他說公司哪有什麼長遠計劃？現在有能做一個節目就算一個節目啊，啊，很那個時候不曉得未來是什麼東西，因為那時候房子租的，出去做這個節目，公司那個機器根本不上等級，都是要出機。那時候他們是做一些，就是工商簡報比較多，你講這個文化的節目那時候還沒那麼流行啊。
公司做这个，我想做这个可能要赚钱，因为我们也知道做传播要赚钱可能有点困难。因为它这种东西，你说尤其是做文化的，你说你要很多的利润，那不太可能，因为这要花蛮长时间去调查啦，要花很长的时间，而且很多的人力。不是想说下礼拜就胶片了，好像不太可能。所以说，它这种东西投资报酬率好像做文化的很低啊。香港的详细讲，可能彭启年做的讲是台湾结婚育人嘅最初期嘅先锋。到台湾电视上有3台嘅年台，11日结婚育人做得赚到8000元，以下早就冇人好嘅行情咧。不過到結婚育人行業，係那專業嘅製作兩份，80人份。结婚做了1-2年了，就冻掉了，因为那些穷人嘛，总係迎娶啊，然後喺歌唱台大同小異啦，然後就搶銀行啦，在那邊搭上搭下，所以做保姆車當翻，可能改變嗰個動態係要拄到一個原因啦，叫國華廣告啊。對我嚟講，我冇想去結婚，我冇完全冇機會去其他嘅東西。我記得嗰種就國際嘅嗰種填詞性比賽，就是講你都敢去冇啦。我當然敢去吧，你買唔敢去哈？為了嗰人嘅錢在用填詞太貴嘅機器啊，結果翕好翕嘅東西摸門啲種翕慣咧，一提門啲出來啊，剪接啊，咁一錄像帶剪接嗬，唔係像天然咁剪到一剪啦，佢係要用變色啦，操作嘅件喺度每一位操作，佢搶一個班。熟死人因啦哈，基本學到一般同學嘅啦，大概母帶寫得一台階高度，哇！我們就順利教出去啦，教出去日後去吃到很走得啦。工商簡介係學到台灣上萬家傳播公司嘅主要嘅傳言之一。講起來，製作出台灣第一隻有關客家嘅電視節目。所以講係到底上萬間傳播公司都嘅奇蹟。就成立下來，我就唔係講投錢啦，因為日前不已經報眾都講哈，我係因為客家認同哈，為了客家文化，咁跳落去做客家電視節目嘅哈。當然我咪要陶醉到呢一種係光環啦哈。講老實話哈，我呢幾年我就要坦白講出來哈，我製作客家節目其實哈。最早嘅時間係賣台新機器，通常就低啦，最中意讓佢煮嘅馬英鳥，饒景春，佢咪做客家啊？錯，嗰種時候佢收一群人啦，上來做幹嘛？客家錄影帶，當時翕嘅用愛機器去生日，結果冇剪出來啦。我剪出來按辛苦的東西要跟他簽咗聊天嚟啦。我就第一事情是讓如何公司讓推廣啦一家鄉紳曲苑，我就來建議講哎呀好啦，來負責這些客家之書啊，客家嘅跟住民謠嘅部分我來負責啦。我就攞頭擺記得翕嚟帶調轉來。用我來簡單就傳到訪問啦，你做到升級，做好之後，我就攞我做咗翻啲嘛我一個學妹即係外省人，我當講下啦，見咩啲睇，所以對客家嘅東西當了解嘛，我就講好，用啦，應該做介紹客家文化嘅，嗰種時嘅個題目企劃案的題目是停在水孽侵犯法客家，送出去之後呢，被踢轉來了，踢轉來我想一擺送當然冇個可能係正常嘅我就當客去大通天轉移，對吧？本地嘅承辦單位講，讓擺門到底我嘅缺點到嚟，就冇要當好，要按你當好。內容非常好，咁可能要評審委員本記得有個承辦單位例如啦係講啲講客家嘅我用辦音料破壞族群和諧。剛開始評估到音料，冇過就算咧就繼續翕嚟嘅共產情節
没想到隔年啦，客家人同埋师姐吼，都保持一等啦，好，我想去机会来的啦，好，所以客家人吼，也就假如你讲啊，亲爱嘅一只义务啦，哈，一定会送啊，好，咁我就桂田来讲吼，礼貌上下面总就讲有眼泪啊，咩啊上吼，好，那就那个在岁月情怀花客家哈，各位哈客家风情法、客家风情花，出过张名片的，啊，在写完整的语气过台，啊，内容完全强调送出去。你的安呢，保密顺利通过嘞。庞启言制作客家节目嘅生命是很可惜嘞。听讲，行业天时看嘅人，5年内有80%嘅人都认为挡唔掉呢度付出，然后修行唔成比例嘅苦，离开到天时看。到创造嘅20%嘅人嘅当中，对人力、物力比其他族群还那唔拉嘅客家传播圈来讲，会有几多人还会坚持呢？呢条数字并冇真实嘅统计，但是庞启言做嚟讲喺其中行到头前街。我们在这，哎，啊，在这停一下，应该是这，对。对啊，对他是有没有的？他编的这块零币啊？你家捡的？这改这。啊，这他妈的我起厝个，他妈要帮起厝个。啊，这讲这边讲要讲客，我讲下嘅。讲客嘅啊。来，我讲下，我家就讲咯。講下有大部分會講下。係啦。呢係客家行腳節目，體育班到天氣蛋糕表揚出來。呢張內列總共有70，記錄到龐啟言過去製作客家節目多年以來嘅感言嘅心得。我老記到記錄中國客家體系10年嘅當中，你發現到對海外客家嘅比較，係認識台灣客家非常重要嘅工作。胡椒阿爸，叫你家爸，伊係你是叫啊？搞錯嘅，你先搞錯。我叫胡椒，讓阿爸爸，好，記講下。呢邊係強下，應該係重。主要係客家嘅，就要開翻我哋湖村啊，放田啊咯，製作紀錄片對台灣客家文化係一項開創性嘅條路，每一件做好冇人要安樂嘅工作，尤其對件規模並冇其他嘅公司來講，唔管係翕相嘅器材，就係講錄像帶，都係非常大嘅負擔。對當代想要追求夢想嘅台人來講，一本作品做得一直流傳下去，應該係記錄在心中最大嘅願望。龐啟言超愛鄉下做天時嘅紀錄片，有10多年嘅時間，行過台灣各地嘅客家莊，未到過東南亞和中國嘅客家體系，訪過當地嘅人，看到深度嘅故事。過去我負責田野調查嘅計劃，龐啟言負責所有嘅錄像專業嘅工作。10多年來，大部分嘅錄像資料都冇辦法變到天時檔，相當可惜。不過記得我第一擺看到呢隻樣片庫嘅時間，情感度其實感覺
非常嘅安慰。我哋我嘅老朋友對待長年記錄到嘅資料有非常認真嘅保存嘅使命。到你哋度，你合一合發出當道鮮血攝下來嘅畫面，然後其中記錄到嘅故事，我想應該係未來最重要嘅讓西資料庫。因为拍了一些客家的节目啊，那我们那时候有想过了，就是说这些东西如果说是你现在不拍下来，以后就没有了。像很多的这个庙啦，客家的庙啦，或者是客家的这个主处啊，比较有历史的主处啊，或者是三合院的这些老房子啊，哎，彭启源只要听到，马上就去拍。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哎，反正拍1卷也是拍嘛，拍个3卷5卷也是拍，就把它通通都拍下来。啊，若干年来，我们那个器材室里面的那个客家的这些资料袋啊，真的是几百万的这个资产了。所以我们单独在这个资料室里面弄一个恒温的，做一个轨道，全部像那图书馆式陈列，然后做规划。因为有时候片子失去了就没有了，你把它消磁了就没有了。还有一些建筑，你拍一拍，如果说建筑倒了，这个就很珍贵了。所以从以前拍片到现在的片子大概都存下来了。我只是说我尽我全力支持你，对不对？让你没有后顾之忧。好，你要去拍什么东西，我就全力支持你。不要说哎出去拍片，后面还想说哎赚不赚钱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就比较重要了啦。哎，我就支持你去拍。你在七家做嘅揭南嘅片區，收藏嘅6張帶，大部分係6張嘅母帶，其中當到係落客家文化有關嘅畫面。我當佩服彭啟源堅持了一道讓相保存下來嘅想法。到台灣，呢應該係年輕版財力當拉嘅電視台都冇辦法做到嘅。做嘅嘛，係。最多係我地圖嘅呢邊咋？差唔多，差唔多嚇。係差唔多，呢下學好用係第一下清水了，所以我呢下做就給人的影響。實嚟剪出來是好像就唔一樣嘅嘛，先嚟第一嚟用起來。所以呢度係嗰陣時乜嘅節目？就客家風情畫哈，日鬼嘛，1點鐘嘛。呢係民國80年嚇，78年有嘛？79年，79年哈有啊。我都我邊去。咁你都冇想一起嘛？即刻做啊！你係嗰陣時共窮田時嘅手皮厝嘅時啫。試製嚟啦，我剛講嘅兩攤嘛，嚇，是個客家菜嚇。是咧。係，做菜包嘅嘛，嚇。3月19。嗰是民國79年。9年。來體日白嚇。我主頭哈去共享田，所以你嚟啊？屬於的，3月19等於可以去。你哋先去財報。3月19。同我家婆嘅，我日啦，我 Q 妹啦，全部把來做演員啦。主要是客家哈，公事嘛，客家哈做菜包嘛。3月10。所以講，你等於講台灣嘅共享田時啊，做客家節目嘅體質可以講，可以講。啊，呢嘢幾好嚟嘅。民國79年3月19啦。內列嚟啦。那因為就讓我上來你唔敢講嘛，我哋記得做起手節目就變到客家嚟嘅，佢話用客家做題目內列嘅嚇，我哋嘅做節目嚟啦，3月19可以講，當然咗。唔過，雖然常年吹冷冷氣，未如除夕嘅10批，呢隻客家片庫地度，還係有到張片，因為年長日久。讓香上人悄悄地收拾起來。
日本公司嘅保险上，用嘅都係充裕嘅文件、複雜值錢嘅東西。不過，應該冇乜嘅金融財報嘅彭慶元，到底啊，佢要到地度表乜嘅咧？保險區啊，超係保險區。彭慶元花咗當久嘅時間，讓我哋打開來。佢講，地度最重要係這個地台，徠卡攝像機。佢開始學攝像機來，夢想嘅係呢台徠卡攝像機。呢之外，最俾人感覺好奇嘅係呢套小型嘅錄像嘅器材。其實呢套錄像器材做事冇生產嘅。到呢度幾種，你就會發現彭慶元傳播公司有幾古典。我家里被偷2次，第2次的时候徠卡相机摆家里，但那个小偷呢，不知道是手下留情还是不识货，你知道啊？最贵重的就放在那边，没有被拿，啊，那我吓坏了，所以我就不敢放家里，放这边。因為業務啊越來越多，所以呢間彭慶元老同學合資成立嘅傳播公司。到20多年前，是有設計嘅剪接室。行業呢間剪接室地度，當場行業錄像器材嘅博物館。古董啊，記得呀，係啊，係，係嘅操作嘅，剪接編輯盤啦。我攞到啱嘅啦，係點解攞啊？呢種啲地你攞個片得出來？啊，冇神機啊！真係啊！你係電視台啦，公司啊，電視台啊，成本要冇以外啦。哦，一電視台嚟啦。電視台嚇，一係嘅吹料咧講下就3%啦，嚇。係啦，一陣係20分鐘啦。攰嘅啦。所以你唔係嘅回報啦嚇。唔係啦，上嘢用得嚟古董。一般也冇用的啦，就日本應該也下做個特白黑白哈冇誰的嘛，香港哈錄音家開始之類啊，對啊，那上次做資料庫啊，直接啦，好，那用了機器表，哦，就剪落了新的東西，那就再給它當重要啊。哦，你係差唔多幾年嚟先用啊？也是19年前，那也是在效果機嘛，做各種啊，效果啊，畫面效果哈，好，你有用咗，反正就好嘅。水上講係啦，買機器嚟講啦，係啦，要熱慢些，要做，那你可能個天使畫面會轉嚟，一條扁嚟，背來背去嘅特效機啊，好，這樣是賣這兩套哈，100萬，剛100萬，賣到用冇幾多擺，工商用啊，那紀錄片有冇用嘛哈，工商直接用到嘅哈，用冇幾久哈，我們片頭發太嚟哈。一個套裝軟體啊，一係香港嗬，一種係機器剪嘅，3萬人用嚟嘅軟體啊，啊，原來嘅100萬啊，多間別叫100倍。呢度路路 QQ 嘅實體，對海口生人嚟講，可能根本冇看過。看到呢度像博物館地度嘅器材，實在俾人感嘆到科技嘅進步。以前要花到200萬投資。介呢機器到底下是持咗10個萬，先至達到2倍以上嘅效果。你係華南傳播公司嘅剪接位所啊？我從來來啦嚇，不過今日貼片就冇看到感受。我看到你老機器啊，一台2台，你係第2台，你第3台啊。過去是天龍嘅時台你來咧，等於講算叫第4台。啊，再看得到嚇，呢位啊，呢 T4 台，華南嚇佢做客家節目，到第2台機器開始做客家，啊，都見嚇，啲機器唔知用得幾多咧嚇，來呢度會看到是台灣咧客家天師嘅歷史嘅發展嘅過程，啊，嘅硬體仲睇得到，啊，嘅心理嗰種程度都睇到啦嚇，我想你係能夠去看客家天師嘅慢發展嚇，可能你係在清華博物館。但係非常斜嘅
天路建造嘅设备，唔系公司嘅财产，都特别是呢只寸土寸金嘅黄金地段啊！呢係一只本然非常好奇嘅现象。原來呢間建築室係本台灣客家鹽商紀律學會嘅同學免費使用嘅設備。反過嚟，鹽商學會嘅前身是去年嘅客家讓商人才培訓嘅計劃。彭慶元做10多年嘅客家文化紀錄片之後，做到一期新聞局委託嘅安台灣客家。呢片等於總結佢過去所有嘅佢做台灣客家，然後有客家文化有關嘅紀錄片之後嘅總結啦嚇，咩得到以後嘅評價嚇，當到國際嘅獎咧得到咧嚇。呢之後佢講差唔多年嚇，差唔多做到呢是差唔多冇乜嘅新嘅力量，所以講做新嘅節目嚟啦嚇，所以佢停下來，準備花2年時間盡力去幹。結果忙到2年嚇，是有隻新嘅機會。是得繼續行出來，但是客家委員會做一隻按照客家讓師人才培訓嘅計劃啊，開始培養一群新嘅後生人，客家後生來做客家文化紀錄片。我想呢係完全冇可能嘅人生嘅集團。離譜八人，做個記錄一個98人嘅阿爸，落嘅某一之間嘅親情嘅。緊密和疏離嘅關係。對影城市的部分，影生嚟講嚇，生態就可以利用嘅器材不方便嘅。都做嘅是這種像伊個錄影帶吼，來曲盤嘅，其他所以講也 VCD 有話，就總嘅規模這多嘅，其他實在我唔係很大問題。不過問題出來就係個腔調那個曲嘅熟悉啊，整理那個清拍嘅問題。伊唔係講話有乜個特別原來唱安尼幾堂，用音感堂嚟寫嘅就可以了。唔係有人多咧，演出來可以寫嘅。有啲演，有啲安尼當嘅卡帶安尼，堂安尼吹底下嘢，起床我吹吹，音樂安尼彈我安尼啲感覺。你喺邊個製作？係做乜嘅？做白鹽。係做哪邊白鹽？做閩農嘅白鹽。閩農白鹽。誒。唔過嗰片咧唔係講鹽講，係講阿爸老嘅乜嘢嘅關係。啊，都把音都好係爸爸的聲音的諧音嚟，都好用嚟題材。也係音樂，也係講人同人之間嘅關係。後來感覺其實。安尼嘅關係同青島拍啲客人嘅家庭之間嘅關係，無如講華人嘅家庭之間嘅關係親慘。咁我拉唔翻啲，你係隨得鬆本嘢咯。會，雖然我不確定我會有個傳統的婚禮，可是。應該會，我蠻期待知道他那時候的心情，應該是一邊哭一邊演奏，可是眼淚應該不會被人家看到。對啊。因為他哭。沒有。沒有他會哭。人都會吧，是有沒有看到而已吧。我貴啦。我貴，做乜貴咯？唔係啱嘅啦。真係嚇係就冇識別啦，好嘅啦，係就啱嘅。那你識別到？嚇？我識啦，訪問啊，當二度點水啊？8點。1加8點。係。新聞報告看嚟就算。唔係看新聞報告。
啊，伊看新闻报告啊。好几下还是不开心，咽不下这口气的外婆追上去，能多骂2句都好。给笑的只剩下皮包骨。啊？看这种台呀，欠身体。真的吗？啊，忍不住跟车主。牙龈大牙声音的大事。大牙声音大事，对啊。运动场大牙。对啊，我检查的能力诶。对啊。去假的哦，去假的声音。对啊。对你嚟講向水台係咪嘅？影響水台應該上應該係觀念嘅改變，因為特別睇屏東天氣嘅屏東台嘅聲音嘅嗰度因為嗰度觀念嘛吼，你講客家人咧最優秀嘅啦，客家人啲乜嘅刻苦耐勞啊，勤儉持家，安尼特別安尼接觸到安尼訊息都安尼，我嚟講特別訓練以後，即個想法都無共用嘅。因為安尼接觸安尼民嗰度嘅先生同我哋講啊，從旁多人同我哋講啊，悄悄的感覺到菜體化，就是因為安尼客家嘅文化其實就是在地的生活嘛。對我自己漸漸體認到這一點，這樣子。刚开始其实爸爸也不怎么会的，左手放在球杆上面，然后右手就球杆下面，2个脚和肩同宽嘛。这个胸部到左部稍微往前倾，然后屁股直接翘起来。这个因为今天台湾最大的敌人，我们你的其中一届任上发挥成一个纪录片，纪录界係一個上個做太頭家嘅阿爸，不過37讀到困境嘅故事。那一天台风来是怎么样的情形啊？你在哪边？我在上海啊。你在上海哦？对，那时候我在上海。然后呢？那个是另外其中一个股东周先生打电话给我，这边那个讯号都打不出去啊，结果这样卡下来，风是从这边冲上去，然后再掉下来。其实我面试的时候就会给，他就感到你在身上懂热情，懂亲切，因为面试应该是很严肃的事啊，很紧张的事，但是我坐在他面前，然后他给我的感觉，然后跟我回答，就是说问我的一些问题，他其实就一点都不像一个考试官。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可爱？后来知道他是我们那个线上班导师，我就觉得很放心。然后记得好像是第一天吧，那个自我介绍完，然后同学都走了，那天我刚好不知道为什么最后一个走，他就过来拍我的背说：“小祝，你这样很不错哦，我很期待你以后可以变成大导演。”
输无的啦。哪个讲唔讲？有手打落去。唱得很好。我给他拍拍嘅，给他拍拍，给他拍拍嘅。拍拍手喽，拍手哦，拍手。对啊，你写英文啊，时间多写英文，声音也是一样。哦。英文吧，真的要写要写。嗯，哦。好。好了，你去忙没关系的。好。不要挂掉，我就挂这个。哦，我还没洗澡，我要去洗澡喽。好。来去洗啊。好。好，不要关掉嘛。好。带你再带。好。拜拜。不要关掉。好。不要关掉。呢度非常大量嘅學會成人，到未來還有當道嘅故事，等人亦都係以創作。對海靈兒有幾百年嘅培訓先生彭建仁，大家對佢都非常嘅尊敬，每當佩服。彭建仁先生嚇，彭建仁你對佢嘅印象？我真尊敬佢啊，佢係我嘅導師啊，所以我真尊敬佢啊，佢做人佢，反正我係有乜困難，佢會讓我解決啦。所以嗰陣時搞唔得，搞乜東西啦？佢搞青島啊，反正有關天氣方面路上嘅東西，還有乜發邊嘅東西，佢全部就搞啊。佢真鼓勵啊。實際上對我來講，很普遍、簡單，但是呢，我做出兩個特色嚟，比較困難，因為你嘅角度去看。包含到你世界接受訪問嘅學人在內，目前總共有26屆學人都喺進行一個按照客觀嘅影像製作計劃。呢係一個對客家影像工作者所進行嘅大計劃。到台灣客家影像學會成立之前，呢個大規模嘅客家紀錄片嘅計劃，咩係由彭建仁協助提案嘅。因為一都要去訓練啊，時節嚇，一田位啊，你係喺田位度嚇，客家沙區嘅嚇，人上演出嘅嚇，嘅製作演出嘅訓練嘛嚇，邊嘅位度客家電視台嚇，客家電視台訓練演出嘛，一行喺上出嚟就嘅啦，就講用嚟做客觀嚇，你26線嘛嚇，全台灣都有嘛嚇。因為你一擺做，當然記得話成熟嘛，有日算嘛哈，還有時間嘛，貴年度嘅嘛哈，所以那準備用26線哈，全省哈，有客家莊嘅為所分體系，用輪流嘅方式來拍乜嘅，紀錄片咧嗰種影視歸鄉嘅類似咁樣，哪位去吧就找哪位哈，影視歸鄉嘅研討會，你表呢片咧就。才提啊！我有興趣後生人來看一片呢，來討論，嚇，還有呢舞台拍一張嘛嘅，針對呢技術方面啦，一啲人訓練出來之後，那咋個要叫一啲人翕幾多地方啊？嚇，先係簽題材嘛，所以按用緊嘅方式，嚇，本機按用抗體啦。彭建仁到高中嘅時節。係潮州嘅歌手，到今還保持到傳統嘅習慣，所以每人都得上山下海翕紀錄影片。不過已經50多歲嘅金門人，除了體力冇台灣那好之外，而做嘅事情未必特別閒得多，所以佢希望到客家影視人才培訓計劃幾度，簽到由20年未有能力嘅人來接介紹。客家影視紀錄學會，所以到當時嘅學人制度。結訓之後，先了解組織。
那就思考嘛，用乜去吼发了种嘅时间吼，莫被浪费的。包括学会费嘅钱嘛，佢就夾6、7、8萬嚟嘅只計劃，嚇，呢個學生嘅扮演嘅時間，面試挑人嘅能力，等等所有嘅結果嚇，嚇，你嘅冇去想嘅時間嚇，你一辦學結束，大家嘅作業吧，交出來就做一隻發表會，嚇，考到好，拜拜，就冇咧，所以我一開始其實這樣咯，我就講我希望嚇，你一辦陌生嘅最好嘅情況嚇，方式啦，所以成立一家學會，好，我們想當叫大家集思廣益，好，客家哈，台灣客家哈，人啊，小紀錄學會，好，咁樣啊，上任嘛，攞人上嘅紀錄嘅學會，因為大家係繼續學下。而家班成人啊，都留客家文化連結鄉下嘅天使人，而且要當到翕天使嘅過程度，發現到嘅感動人嘅故事。彭慶元都喺讓片庫地度潛出兩則非常珍貴嘅故事。我想，呢係一隻讓戲工作者最強嘅講故嘅方式。我老彭慶元，鄉下記錄客家人上嘅19年來，有當多本嚟印象非常深刻嘅故事，其中讓我吳金榮先生嘅故事，所以講係本嚟一世人都唔會唔記得嘅。吳金榮老嘅哥吳金苗係讓我嘅老協商師傅，因為喺參加到讓我打工山嘅保護老師，認識到深深愛到讓我文化嘅吳金榮先生，認識到佢生命嘅最美嘅事。而係原來嘅本岩嘅身體疼痛，老人講，安樣買人能在保護讓我嘅文化。治療部嘅節目基礎嘅過程，深深感動到彭慶元。原本是但將愛記錄單純嘅白公廟落成嘅安良嘅儀式。不過，有了人年人以後，治療部嘅人必然感染出錢出力，重建呢隻傳統嘅治療，使你深深感受到讓戲記錄嘅實際嘅力量。特別嚇，做下戲嘅例如演員啊，這個老師也講嘅係，嘅應該天煞度嘅種感覺，比如講當簡單啦，像社包豬。好，按路線上，咁頭見按互動嘅感覺，其實佢係當迷因啦，佢對安尼啊按同下，好，下多嘅時間嚇，強人食飯啊呢度等等咯，用嗰種正經嘅感覺，其實係安尼做了後嚇當迷因啦。你前頭講嘅說白豬啊，哪味道肉啊，做了鍋啊，佢睇到本人嘅感動，你鏡頭落去，佢會按樣嘅互動啊，我講人好人啊，按個經驗人會懷念啦。彭慶元因為高中嘅時節開始對翕相有興趣，
一路发展下来，既然变到台湾客家人上纪录嘅开路嘅先锋。10多年来，纪录多嘅方面，慢慢的变到台湾客家日史纪录嘅珍贵嘅财产。以下老李的资料整理起来，变到客家人像资料库，咩系彭启炎最重要嘅工作。今日来到你彭启炎，我老朋友一个屋下，看到佢过去因为学习，因为好多安尼协商，包括因为协商嘅关系，爱到学到协天人吓，慢慢的就用协天人嘅机会来行到工商嘅境界吓，最旁边这边咯。台湾咧客家天师节目嘅，所以讲吓，共享天师嘅最早嘅制作人啊，突然啦吓，我想从我经验，我做幾老朋友，我咁樣回顧起來咩感覺，非常有意思啦嚇，都見佢咩培養出新一代啊，未來咩會非常光明嘅未來啦嚇，所以講客家，咱把客家天師咪變出來嚇，所以看到佢咁樣培養新一代客家人嚟做客家文化節目。了解，制作單位一定要記錄彭啟炎嘅時間。最歡喜嘅係有機會做得到彭啟炎屋企人打對鼓。不過最尾還係冇辦法，訪問到橋上。你唔但唱係大家遺憾，你應該係紀錄片工作者嘅遺憾嘛。那今天我哋觀眾成日講咧係蛇五嘅啊，嗰蛇五嘅我一陣講嘅時候講係水速相比嘅都係蛇五嘅哦，看得到哦，在超哦，要冇，當然咪要，實得麼？個蛇五水速相嘅蛇五實得麼？會睇麼？唔會睇啊，實唔得啦，就看這樣天啦，嚇，最好喺今年嘅期望最好啊係透過立法啦。啊，立法人啊，立法像共同天使啊，你認煙，有幾多錢？即合理嘅一隻錢變到是你客家嘅共同天使，佢專業嘅人來管呢個節目嘅製造，本地人慢慢來提升甚至行銷到外國去。